叮咚，你訂嘅粵語本字五重盛宴已經上台。今日我哋精心烹製咗5道風味各異嘅語言盛宴，從古籍老火湯到現代快炒，保證令你大飽耳福，直呼過癮。快啲拎起語言餐具，準備開餐啦！粵語有本字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嗨到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嗨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KAI 可以揾到。喺隋朝博雅裏邊嘅解釋係磨也，到咗現代咧就引申為觸碰而且輕輕咁摩擦嘅意思。我哋可以咁樣造句。佢今日開車啊，好唔小心啊，個倒後鏡咧揩到旁邊部車喎。你哋 get 到未咧？笑，開胃小菜已經令你齒頰留香，唔使急，而家先至啱啱開始咋。接落嚟呢道招牌主菜，色香味俱全，包你食過翻尋味啊！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靚仔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靚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LIAN 可以揾到。呢個字喺晉朝《爾雅國注》裏邊就有出現。原句係今江東夫雞少者曰靚，咁樣呢個靚字啊，原意係指雞仔嘅喎。後來慢慢就泛指年紀細啦。我哋可以咁樣造句。而家啲靚仔啊，壓力真係大啦，上完課呢，仲要去上興趣班、補習班。你哋學到未呢？ Nice， 主菜嘅龍郁仲喺舌尖跳舞，係時候嚟一碗滋補靚湯潤一潤。呢度慢火熬製嘅文化老火湯，蘊含住意想不到嘅養生秘方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芒書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芒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MAN 可以揾到。呢個字喺戰國時期嘅《呂氏春秋趙類》裏邊有出現。原句係南家工人也為芒者也，意思就係講南邊嗰家人呢係工匠嚟嘅，佢哋係整鞋嘅，所以個芒字原意係指鞋，後來就引申為包住咁解啦。我哋可以咁樣造句。喺返學之前記得芒好啲書啊，咁就冇咁容易整爛啦。你哋而家仲有冇芒書呢？我的天哪！係咪越睇越上癮？其實粵語本字嘅魔力就係咁慢慢入心。第3位嘉賓登場啦！佢唔單止係個字，更加係一種人情味，一種廣府人特有嘅溫度。我哋一齊感受下點解一個字可以咁有靈魂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擸架撐個擸，佢係咁樣寫嘅。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LA 可以揾到。佢喺東周時代嘅義禮聘禮裏邊就有出現啦。原句係當言北面以是兼諸字，常立坐翠禮。呢首聘禮呢所講嘅係先秦時代嘅外交禮儀啊。咁嗰句話嘅意思呢，就係話主賓從坐席行落嚟，面向北，將士同埋字兩種用具呢合埋，就手持呢士柄，然後坐低去品嘗甜酒。咁呢度嘅立呢，就係手持咁解，但係呢，當時立啊係好優雅嘅喎。所立嘅用具士呢，係一種呢攞嚟不食物嘅禮器嚟嘅。但係到咗現代咧，呢個立啊就略帶貶義啦。譬如話咧，立人哋啲嘢就係好唔禮貌咁樣去攞人哋啲嘢啦。仲有擸架撐，哇，就係咧攞武器啊，準備去鬥毆咁解喎。你哋學到未咧？
鹹香鮮甜嘗遍，係時候開啟甜蜜時光。最後呢道傳統創新甜品，將為你呢趟美食之旅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氹人入靚個靚，佢係咁樣寫嘅，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LING 可以揾到呢個字，書面語讀伶。喺唐朝嘅《大唐新語》裏邊有出現，原句係漁具若伶繩，所以伶係一種捕魚嘅用具。喺粵語裏邊又引申為圈套，口語變讀為靚。地可以咁樣造句，大家出嚟社會闖蕩，記得要小心謹慎啊，唔好俾人套入靚。你哋 get 到未呢5道本字佳肴已經全部呈上，從開胃到回味，呢隻語言盛宴有冇令你意猶未盡？每個本字都係一味獨特嘅調料，令我哋嘅粵語更加豐富多彩。而家你係呢場盛宴嘅米其林評審，請回答以下問題：第一，邊碟餸最啱你口味？第二，仲想試下咩粵語珍饈？第三，日常生活中你最常食用邊個本字？記得收藏呢份美味菜單，分享俾你嘅食貨老友。下期盛宴我哋再見，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